各位同學，你哋好。今日咧，我哋咧就會係講《弟子規》嘅總序篇，總共咧就有8句。咁樣開始講解之先咧，我哋先讀一次先啦，可以聽我朗讀一次。弟子規，聖人訓，首孝弟，次謹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，有餘力，則學文。當中第3句嘅弟咧，係同有樹身邊嘅嗰個弟，係指敬重兄長，兄弟和睦咁嘅意思。而第5句嘅嗰個泛愛眾嘅泛咧，就同廣泛嘅泛係一樣，意思亦都係相通嘅，有普遍廣泛之意。開頭嘅總序咧，共有8句，咁咧就點出咗呢一本弟子規嘅大意，說明咗學童咧應該從孝弟、謹信、泛愛眾以及學文4個方面去實踐聖人嘅教誨。呢一段係講弟子規呢一本書係學童們嘅生活規範，佢係依據至聖先師孔子嘅教誨編成嘅。首先喺日常生活之中要做到孝敬父母，友愛兄弟姊妹；其次喺一切嘅言行之中要謹慎，要講信用，同大眾交往嘅時候要平等仁慈，要時常親近有仁德嘅人，向佢學習。以上呢啲事咧，都係學習嘅根本，非做不可。如果做咗仲有餘下，就更加應該努力咁去學習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等等六藝各種嘅經典，以及其他有益嘅學問。第3句嘅孝弟係中國文化嘅基礎。古人有云：百行孝為先，忠臣出於孝子之門，說明咗孝係一切根本。一個人如果能夠孝順，佢就能夠有一顆善良仁慈嘅心，有咗呢一份仁心，就可以利益許許多多嘅眾生。第4句嘅次謹信講嘅係生活中嘅言語行為，需要不斷咁樣去學習修養，唔能夠順其自然。一般人好容易染上不良嘅言行習慣，對於好嘅言行往往要勉強學習，所以我哋應該越早學習正確嘅言行，改掉唔正確嘅言行，長大之後就比較唔會感到勉強困難。第5、6句嘅泛愛眾而親仁講嘅係對於大眾我哋要平等對待，並且能夠隨緣隨分隨力愛護。正所謂老唔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唔幼以及人之幼，將大眾睇成我哋嘅親人，彼此和睦共處，咁社會上你憎我哋嘅暴戾之氣就會慢慢消退。但係要做好孝弟、謹信、泛愛眾，就應該親近有仁德嘅人，從仁者嘅言行之中得到學習嘅楷模，虛心請仁者指正我哋嘅過錯，使孝弟、謹信、泛愛眾更加能夠切實力行，我哋先至唔會孤陋寡聞，咁樣我哋就能夠一步一步往聖賢嘅路子走啦。咁點樣嘅人先至係仁者呢？仁者佢可能出現喺我哋嘅朋友當中、師長當中，佢哋嘅心總係為大家着想，喺日常之中佢哋能夠力行孝弟、謹信、泛愛眾，並且不斷努力學習聖賢之道。如果我哋有幸遇到咁樣嘅一位仁者，咁你就應該把握機會，好好親近，向佢請益學習。最後2句嘅有餘力則學文，說明咗孝弟、謹信、泛愛眾同埋親仁係本分之事，本分係一定要做，認真去做。至於學文之事係有餘力嘅時候，舉個例子嚟講，如果喺屋企入邊，父母需要我哋幫忙做事，我哋就推說話要讀書，或者同同學相約要出去，要練習各種才藝，咁樣就唔能夠替父母分勞，就虧咗孝道啦，失去咗本分。就好比一棵大樹，若果樹根受傷啦，不論枝葉點樣茂盛，大樹都會枯萎。前4條本分之事就好比樹根，讀書才藝就好似枝葉，若果本分有虧，不論讀書才藝點樣勝過別人，都好難立足於世間。有餘力則學文，
呢一個則字，我哋可以睇得出有更積極嘅意義。則就係就是嘅意思，就係講一有餘力就立即去辦學問之事。孔子曾經講過，則性物則野。一個人本質雖然好好，但係若果缺少禮儀才藝嘅分習，則不免粗野鄙陋。有一次，孔子嘅大弟子子路就向孔子就問啦：南山有一種竹啊，老師，天生好直，冚落嚟當箭，可以射穿犀牛皮。其實本質好咪得咯，何必要再學習呢？孔子就咁樣回應：如果箭尾再加上羽毛，箭頭裝上箭束，射入皮甲，唔係更深更準咩？呢一個對話說明咗有好嘅本質，如果咧再加上羽毛箭束嘅修飾，就會能夠得到更好嘅成績。所以孔子對學生嘅期望係成為文質彬彬嘅君子，呢個就係文同質均衡發展嘅君子係一個標杆。同學啊，生活富裕都能夠上學校念書，係你哋而家嘅狀況。有許多時間呢，你哋都可以去學習各種嘅知識才藝。呢啲知識才藝只要係有助於大眾嘅，我哋就應當認真學習。但係如果時間有限，就應該先優先學習中國文化嘅重要典籍。呢啲經典係我哋祖先智慧嘅結晶，當中嘅價值觀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。例如孝，例如我哋頭先所講嘅泛愛眾等等等等。當我哋學習熟練之後，就可以解決好多問題，更加可以讓我哋成聖成賢。所以大家都應該立志嚟研學，慢慢學習。今日你踏出咗第一步啦，加油！